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看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日咱新闻报道，医疗用的塑大袂当乌白放入网络卖，若无是违法，相当的互在地卫生局罚100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塑大的塑，读小塑第4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塑的意思，就是甲骨落白物件，甲伊绑做伙，咱讲是一塑，像讲一束花，意思就挖进一把或者是一绺。这个动词用来讲绑做一把，这个动作咱讲是塑起来。摆当用来讲是绑物件、塑物件的物品，像讲这个塑牛铃塑啊，卖当比如做约定，也有限制，咱讲是约束、拘束。形容真红，像讲衫穿甲真红，咱会讲真塑。也有一寡咱现代慢慢较无咧用的意思，像讲穿入身躯内，古早是讲塑钱，甲裤闭起来，或者是甲门帘啊卷起来，古早嘛有人讲是塑裤、塑门帘啊。互相扶持斗相共，像讲老人为轮椅要上车，都爱甲伊塑咧，规个挖进倒挖进揽的动作。另外，阁有甲茶烘好打，古早嘛有人讲是塑茶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束缚，意思就是限制；第二个词读做收缩，会当讲是缩小、缩减，像讲空喙慢慢收缩，就是慢慢合我来，已经要好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做生理嘛受到景气束缚，也着爱顺风好使船。景气若好，生理加影，大家就加较辛苦咧。景气若歹，生理就爱小收缩一下，才袂打沙喷海白了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塑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